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先为家己祈祷，安静心来听候主。所讲，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伫咱要敬拜、甲进入早祷会即个时间内面，咱安静咱的心，安静咱的灵，伫主内面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咱的祈祷成做一个快乐，互咱的祈祷成做众人的帮助。咱闭眼心。人主祈祷，也是你安静听候主，这是一段真美好的时间。求圣神会同在，伫这个时伫遮运行。你嘛为坐伫你边仔的空位来祈祷，求上帝帮助，祝福咱小等的两场的敬拜。用满满的座位来，真做芳芳的坐迄落主。咱先来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早起的时阵，引带阮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当真做你的囝儿是阮的福气。主啊，伫清早的时，我们学了你的名；伫清早的时，我们搁较无你。主啊，你是阮心所爱的主，我的性命只有你，我的性命单单要仰望你。主啊，我们永远爱你，一生都要爱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搁较深来爱你，因为你疼阮胜过一切，所以阮也要来学习听你。主啊，透放阮心内的软弱，也是阮伫生活内面的困难。主，你拢真做阮及时的帮助。主啊，你将阮放伫温密的所在，你互阮伫你的夜坎内面得到平安，得到亮光，得到看顾。主啊，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仰望，你是阮的关台。阮伫遮呼求你的时阵，阮的心内有快乐；是阮呼求你的时阵，阮的心内就有快乐。主，阮感谢你，阮要将今仔日的祈祷会甲下面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你的名求，阿免。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你是我心所引诱，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
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必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必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多多爱你，我主。咱来看一节经文，伫诗篇103篇，咱做伙来念。我的心神啊，得着俄勒耶和华，今仔伫我内面的，也着俄勒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得着俄勒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伫2024年的第2礼拜。感谢主，咱会当坐伫遮敬拜伊。是兄弟姊妹，咱袂当记得上帝一切恩惠，因为伊是帮助咱的，所以咱爱常常掠条即个祈祷应允甲稳定。即个时阵，咱要请大家来做一个认罪祈祷，甲俄罗主的祈祷。咱知影，咱伫生活中常常的得失人，也是犯上帝伊无欢喜的罪。阮捌的罪，咱家己毋知影的罪，所以咱即时来献上认罪的祈祷，阮做伙来开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为你的内面，求主赦免阮，阮是软弱的人，愿你性命来主你来扶持。哦，主啊，主啊，帮助阮性命，互人我若亲像你，互阮的性命只有你，改变阮的眼光，但阮的心思意念完全互主来掌管。哈利路亚。咱在俄罗主上帝的名，咱做伙来开喙，咱来想象俄罗主的名，主的名极其宝贵。咱俄罗主的时阵，咱的心得到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俄罗你的名，你的名是堪得俄罗的。咱大声来俄罗咱的主，主你是阮的帮助，你是阮的管台，你是阮一切性命的保障。所以，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求你帮助阮。我们正做你的经历，我们进入你的福分内面。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这个时阵，要为咱家己来祈祷，咱要为咱家己来五定的祝福，吼，五定的祝福。伫迄个咱的年终祷告会内面，咱有为着家己的五定祝福，咱搁一摆要为着咱家己的祝福，咱相信祝福。祝福咱家己，因为上帝是祝福咱的上帝，所以咱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求主来祝福咱。咱第一为咱的身体，第二为咱的工课经济，为咱的情绪，为咱的心灵健壮，为着咱的人际关系，为着咱搁较认捌主来祈祷。咱用这五项，咱为家己来祈祷。是主耶稣，感谢你，主啊，祝福阮有真健康的身体，主啊，帮助阮伫工课，阮的经济。主你拢用永远帮助阮，主啊，互阮有平稳的情绪，互阮有健壮的心灵，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所面对的容易当中，主你无想甲看顾，主啊，互阮有足好的人际关系，你的主你是听的关头，阮主你是听常常甲阮相甲直直，你的听管到伫阮的心内，是互阮甲人相听，甲人有好的关系。帮助我更确定啊！你是有真有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煞接，咱要来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伫新的一年，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是非常的重要。咱的环境内面有侪试探，有侪咱唔知影的未来，所以咱要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家庭，甲咱厝内面的人。献上祈祷，感谢你有兄弟姊妹，感谢你有囝儿媳妇，感谢你有父母，感谢你厝内面有每一个人，为着咱的家庭各种的需要来祈祷，嘛为着咱的家庭恢复美好的关系来祈祷。
咱啊想看卖啊，咱有家庭内面若无互相接纳，也是关系无好的，咱求主来帮咱，求主来，互咱会当修复咱甲家厝内面的人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啊，咱做伙开喙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祝福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啊，拢是行伫主你的真理内面。主，阮感谢你，阮有家庭，阮有厝内面的人，会当三甲夫妻。哦，主啊，阮为着家庭每一个需要献上祈祷，祝福你，祝福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拢伫主的看顾内面、保守内面，互阮行伫主的心意内底。特别主啊，互阮每一个家庭拢伫主的厅内面来恢复美好的关系。哦，互阮互相接纳、互相赦免。哦，互阮的亲子关系恢复一切关系嘛对。啊，厅的连结，主啊，将厅中心连结伫家庭内面。祈祷教阮奉靠你的名来求，阿免。所以，咱要为着病厅中的兄弟，这个一个为家庭家人的无从祝福，我今仔用较侪时间是为着家己甲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的厝内面的人祈祷。所以这个时阵为着咱厝内面的人，你的囝儿是细，你想要为什么人祈祷？你来想伫你的头壳内底想看，要为我的家人要祈祷啥物？来，咱继续来为咱的厝的人祈祷。是主耶稣，求你祝福阮厝内面的人。家庭内面，互阮厝内面的人有健康的身体，共阮的工课、阮的工作，拢总伫主看顾内面，经济通稳定。祝福阮的厝内面的每一个人有好的情绪、心灵健壮。互阮甲阮的厝内面的兄弟姊妹，也是阮的囝儿是细，因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有得到和谐。特别阮你追求，互阮的囝儿是细，阮的全家拢要来归向你，拢要来得到主你的祝福，拢要正做主的囝儿。主啊，愿将阮所有富强人的家庭仰望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煞接，咱要来为着病厅中的肢体来祈祷，愿上帝医治甲怜悯，常常甲病厅中的兄弟同在，常常甲咱伫地，上帝是常常甲咱三个伫地的上帝。咱嘛要为着困难中的家庭甲兄弟祈祷，好，咱为着这两项求主常常甲咱三个伫地。主啊，是你是常常甲阮三个伫地主，主啊，求你常甲阮这病厅中的兄弟姊妹，也是恢复中的兄弟姊妹同在，赐了医治一个每一个兄弟姊妹内面，互因会当享受主医治。平安，啊，将这苦难中的家庭献上祈祷，求主全然保守看顾，家己姊妹伫主你的平安内面得到恢复，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所接要为着咱的教会来所接咱要为着咱的台湾选举了的平安来献上祈祷。感谢主，将平安有选出上帝所竞选的总统甲立法委员，咱来为因祈祷，咱的工作就是为咱的总统、为咱的国家祈祷。互咱做伙开嘴，来为这三项来祈祷。主是感谢你，互阮这大选已经顺利结束，愿主施恩赐福。继续保护台湾这个土地，保护帮助阮上新选出的总统，甲这团队会当有上天的智慧来治理这里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得到帮助，互阮的国家得到帮助，互阮教会祈祷内面正做国家坚固的条条，主啊，甲阮三个地地，甲阮的国家三个地，甲阮的新的总统。所接，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咱的三位牧者会服侍健康，
为着咱牧区团队首长的服侍甲健康，为着咱的牧区团队小组，互上帝来使用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已经要进入50许年，求主赐福咱的富强教会。互咱的教会真做荣耀主的名，为主传福音的教会，咱做伙来开喙，来为咱的教会祝福。是主耶稣，感谢你，愿有3位牧者来服侍阮，唯有你新的恩膏、新的气力，伫阮3位牧者内面，常常甲因三角地地，将你的智慧能力赏赐互因。主啊，恳求你来祝福阮牧区的首长，看顾因的服侍，家己健康。在服侍时阵，满有上帝的能力伫内面，祝福阮教会牧区团队小组长，拢互每一个首长，拢互主来使用。伫新的一年，互因服侍有气力，跑走无野线。主啊，特别看顾祝福阮教会进入50许年的这个时阵，会当搁较甘心合意、谦卑，伫主你的面前为主传福音。真做一个主所欢喜的教会，主愿恭敬将阮的教会、将阮的牧者、将阮的区长、小组长、首长，所有的团队交托仰望伫你的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最后，请咱过来为着今仔日2堂下礼拜来献上祈祷，今仔是大专中心隔壁阮牧师来讲道，互咱为伊祈祷，互伊常常有主的气力伫内面，伫大专中心的服侍，嘛有会当对这少年学生得到真大的帮助。为着咱的会友，为着咱的团队，为着咱的主日老师，搁咱的学生来祈祷，也为着咱家己备办心，甲主三度来献上祈祷，咱做伙祈祷。上帝愿意纪念你的牧者，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愿你的信心甲伊三角地地，保守伊，互伊所讲的，然后兄弟姊妹得到帮助，主帮助阮有敬虔的心来领受教导，主恳求你也帮助阮的团队，每一个团队拢伫主你的保守内面，做主你欢喜的服侍，同心合意的稳定伫阮的教会内面，每一个连结就伫阮的教会内面，互阮的服侍真做芳芳的祭献互主。主我嘛为着阮家己来备办，互阮的心会当搁较拍开，来甲主三度。主这个时阵，愿搁一摆恭敬，将阮每一个人、每一个团队仰望伫你的手，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咱最后，咱要来同心宣告，咱要用这个诗篇的一段的经文来做咱今仔日礼拜新的宣告。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耶和华是咱的气力，是咱的诗歌，伊正做咱的拯救甲帮助。伊的宝贝内有反复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正手帮助咱，耶和华的正手也悬，耶和华的正手施展大能力。阮独独要徛起伫耶和华的杖背内，学了称颂伊的名无煞。阿门。我要永远爱你。请咱起立，咱大家起立，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亲亲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我要永远，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
讲，我多多爱你，多多爱你，耶稣。咱用大声学了咱的主，用拍鼓学了咱的主，用喜乐的心来学了咱的主。伊若我靠耶和华，伊就会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打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伊若我靠耶和华，伊就会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若水泉。伊若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靠耶和华，一切咒诅要打破。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伊就唱歌好了主心命。我的梦中要学了你，我的梦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归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归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归主天。我的热放中要学了你，我的梦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归主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归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归主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归主天。
新圣诗38首，俄勒专灵的主上帝。俄勒专灵的主上帝，做我的大君，伊水里大开来拯救，伊着有了尊重，听伊的路，就一日日的相变，甲我当时无路前瞻，有了万有的主上帝，愿你实在的。照顾你不受害，乱流的主父亲，你将目光，心内所应无的事，叫你灵灵的着受事，有了主的工作。全地宇宙，阮的天父上帝，你的人民看过极大，互阮伫生活的中间、工作的内面，以及所有一切，拢经历着。你是人民的主，是阮的天父。阮在咧感谢你，互阮会早起通迎接新的日子，互阮会早起通用。学了感谢灵进入你的面前，也互阮的心神肉体通伫这个所在，单单来仰望你。因为阮知来到伫上帝你面前的时阵，阮的心是跳跳的。阮要伫上帝你面前搁一摆讲，你是阮的天父上帝，阮生命的主，阮学了感谢，阮一切荣光拢归于你。也愿上帝你搁一摆施了恩典伫这个所在，圣神来引带降临运行这个所在，也洁净阮每一个人的心神，互阮伫主上帝你的面前的时阵，愿仰望你，愿交代伫主你的手中。主上帝你实在是伟大，你实在是奇异伫阮的中间。阮用言语无法度来讲出。阮只有用心神、用爱乐、用感谢，伫这个所在，将阮本身搁一遍摆列。主啊，感谢你带领阮会早起的智慧，感谢你要施恩赐福阮每一个人。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天地的地，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是伫天里，阮的心来应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海。
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启用，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63篇，希伯来书11章。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因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那阿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一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掉去得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这个人拢是通过因的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就是爱遮的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满心感谢俄罗你，你是创造天的万邦的主，万米我靠你的恩典徛在。伫神的主日，愿来到伫你的面前，吟诗、祈祷、敬拜，借着吟诗来表达阮内心对上主的疼甲敬拜。借着祈祷，互阮通得到安慰，甲主三结连。透过敬拜，阮搁一摆承认上主的伟大、神圣甲权柄。感谢主，上主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的罪甲不义，互阮通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得到怜悯，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因为你看阮最宝贝，实在疼惜阮。伫过去的日子，阮有得罪你、忤逆你、离开你，求你赦免。阮有得罪人，互人会当宽容原谅阮的，阮也要宽容原谅别人对阮的过失。感谢上帝，伫昨日台湾人民有选出新的总统甲副总统来成做国家的领导者。恳求上帝赏赐因智慧、才能甲正直，伫国家的治理甲领导中，通做出明智的决策，帮助台湾人民通团结一致，超越政党的对立，互台湾成做一个真正和平、自由、充满公义的国家。恳求主伫台湾掌权做王。今主日也是南中大专中心奉献主日，阮有看见整个台湾社会受到少子化的冲击。伫未来8年，至少有40间大学要面临退场、单加薪、高失业率、少子化、高龄化等等因素，互侪侪青年必须面对社会冲击甲困境。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带领
通用新的眼光来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青年世代，帮助因身心灵健康。要搁较侪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咱的大专事工。亲爱的主上帝，过2年就要迎接福强教会设教50许年。感谢主，伫48年前兴起一群听主、爱主的牧者甲会友，伫你的名所设立的福强教会，因为因的好所行，诚侪阮上水的祝福甲陪伴。阮也要继续继承属灵前辈的信仰甲典范，伫夏牧师、谢牧师、詹牧师的带领下面，伫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除了每一天完成阮个人的读经计划，也要照着教会、各团契、小组、团队宣教事工，我们努力将福音来遍传伫这个城市。互福强教会成做一间健康、活泼、丰盛的教会，一间有上主荣耀同在的教会。将今早起主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主的圣手，想使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恳求你引带、带领、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恭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32章15到20节。以赛亚书32章15到20节。到上帝找伊的神对顶面拼落来，互咱。迄时，旷野会变做肥的园，肥的园亲像树林。迄时，公平要住伫旷野，公义要歇伫肥软的土地。公义的功效是和平，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直到永远。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安稳的厝体，通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虽然树林受冰炮毁坏，城市受拆毁变做平地，毋过恁遮会伫溪边野井，互牛驴会当自在食草的人，实在真有福气。圣经读到遮，愿主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赞美，请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伫会堂内。吟诗后，请南中大专中心主任郭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对旷野变做肥园，请咱恭敬来领受。
感谢主通过圣歌队带咱诗歌而乐，互咱的心搁较靠无来亲近主，也互咱的心欢喜。伫即个时阵交伫主的手，真欢喜会早起咱台南区大专中心的主任郭牧师交伫咱中间，伊要来带领咱第一场、第二场的讲道，愿上帝话通过伊的嘴进入咱的心，刻条伫咱每一个人中间。也互咱通过一早起专一的敬拜，得到上帝大大恩典。咱这个时阵，请郭牧师带咱做伙伫这个所在来三甲享受上帝的话以及上帝的真理。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的安排，互阮会使互我会使代表台湾中心来甲咱福阳教会请安，也甲大家三甲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伫小等下我讲到煞了后，阮会有一位学生伊是新大即个台湾系2年级的即个学生，伊会来报告更较详细大专的即个事工，也佫有伊伫大专的学习，来互咱兄弟姊妹更较清楚即几冬以来台湾中心拢咧做啥物款的工课。也感谢福阳教会的兄弟姊妹，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大专的事工。每一年阮拢对恁的信上有得到侪快乐。除了恁奉献，也为阮带导。教会也有侪学生参与伫阮的大专的团课的内底，遮做阮遮大专团课非常非常大的即个同工，非常好的即个同工，也佫有快乐来继续发动阮伫校园内底做即个传福音的工课。所以请咱的同工帮我放我的 PowerPoint。伫讲道的大师，咱佫一摆来祈祷。阮顶的主，感谢你充满智慧的即个引带，互阮伫个一年非常激烈的竞选的竞争内底，落尾达成一个阮料想袂到的即个结果。求你的恩典。佮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甲阮台湾的社会使甲支持，互阮通伫过来即个国内变动、国际也变动的情势内底，继续对你来看见阮基督徒会使来做啥物，互阮的教会成做即个毋忘的记号。主。阮嘛要甲今仔日下面的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你差信神来到阮的中间，亲自阮每一个人讲话，互所讲的甲听的拢来得到利益。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祈求，阿门。咱的选举已经选了吼，今年的选举大概是。互每一个人拢非常紧张的一遍的选举啦。我会记得伫我少年的时阵，我即摆嘛真少年，伫我还佫细汉的时阵吼，迄个三脚督的选举吼，真正是拢拍甲足激烈，特别是2000年迄边淡水比咧选的时阵，我会记得伫个国校内底吼，逐个人拢用啥物人当选咧互相呛声啦吼。我毋知影即摆的即个国小敢有即款的状况，总是三脚督的选举真正互咱非常非常的紧张。我看侪媒体咧报道讲，咱即场选举吼是无有即个赢的选举啦吼，无论是对一个政党敢若拢输，嘛敢若拢赢吼。嘛看到一个即个国际媒体咧报道讲。
这场选举是台湾人民非常有智慧的展现，因为台湾人民用选票，甲国际讲，无想要甲美国徛伤远，嘛无想要甲中国徛伤远，要保有家己的意识啦吼。但是面对未来，这个国会非常混乱，可能会非常混乱的这个状况，咱检察拢为了这个经济非常的紧张。不过选举的结果，咱嘛无法度去改变。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感觉小可欢喜，有一寡人感觉心情复杂，有一寡人感觉非常的失望。但是我咧看，咱检察拢会使对这个选举内底来得到一寡互台湾社会继续进步的力量。我举一个例，伫每一档的这个期末的聚会，我会甲即个大专的学生，三甲来去回顾几学期规个学期的即个聚会。我邀请因讲出，伫即个学期中间，伊印象上介深的即个聚会。咱咧分享的过程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是即个手头族啦吼。因讲因印象上介深的即个聚会，就是有一遍，阮将即个候选人的证件拢摕出来看，甲因的即个名拢甲伊打起来吼，大家就伫遐讲，对一个证件，对即个社会较有帮助。即个学生意识到，即张选票得来非常的无简单，投落去影响嘛真大。即个马来西亚的即个学生，伊嘛分享讲，伊真欣赏台湾咧发动选的迄种感觉啦吼。因为伫马来西亚，无论安怎选吼，拢是一党较大，永远拢选袂赢。我想，侪人会讲，过来咱的任务就是监督政府啦吼，监督遮咱选出来候选人，敢有好好来做代志。不过，咱常时嘛爱知影讲，基督徒其实有相同，有相同的身份，咱是社会的公民，咱常时也是上帝国的子民。所以，比监督政府更较重要、更较要紧的是，咱来倒转来咱的信仰，掠咱的信仰的中心来去思考。咱诚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用上帝国子民的身份参与伫这个社会内底？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记载伫以赛亚书32章，这是先知以赛亚伫审判了后所发出的这个毋望的宣告。以赛亚安尼讲：，迄时公平要住伫旷野，公义要歇伫肥软的土地。咱的意识啊，一个公平公义住伫土地内底的即款的情景，到底是啥物？刚才是你讲，即个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咱嘛会意识，即款的社会到底要安怎来促成？我想今仔日，咱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三甲来反省，三甲来思考，来找着伫迄大选了后，咱诚做一个基督徒，要继续参与伫即个公共议题内底的即个基础。兄弟姊妹，咱若有实施即个以赛亚书，咱就有一定的晓得。以赛亚书所讲的每一个信息，拢有伊所对照的即个历史的背景。即个历史的背景，通常拢是甲以色列国、甲犹太国所遭遇的即个国际的情绪，也是因国内的政治的即个情绪有关系。学者就甲即个以赛亚书分做3个部分，根据因所宣讲的内容，对照以色列的即个历史来去分别。咱今仔所读的经文被归纳伫个第一以赛亚的即个段落。即个第一以赛亚的即个段落特别甲一段历史有关系，就是甲主前8世纪亚述帝国毁灭以色列国的即个历史有关系。咱嘛要明白以赛亚服侍时阵所拄着的即个困境，咱
咱就一定爱了解这个历史。主前8世纪，以色列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中东当时的迄个上介强的强权是亚述。根据《列王记》下卷16章的这个记载，当北国以色列联合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队要去攻打南国犹大的时阵，南国犹大的这个亚哈斯王，伊就紧去找亚述帝国，紧去找亚述帝国讨救兵。所以伫这个时阵，南国找亚述帝国讨救兵，也成功来抵抗北国的这个侵略。总是对着北国灭亡了后，这个国际的情势，规个怎完全改变？安怎讲呢？因为南国甲北国非常的近，所以南国就非常的烦恼，讲检采这个以色列去互灭亡了后一个就是我。所以，这个南国的统治者，伊就煞接怎甲这个亚述的关系，怎甲伊切断，转往南方去找埃及的帮助。咱来思考，这个南国的这个领导者所做的这个判断，其实是非常的实际。因为伫因国家的这个历史的中间，可能50年前，无过偌久，就曾经有即款的这个经验，就是我靠一个大国来抵抗主要的对敌成功的这个经验。所以，搁面对着相款的状况的时阵，安尼紧来去找埃及这个大的国家来成做咱的帮助。不过有一个人有无相款的看法，就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伊非常反对这个领导者去找埃及。伊甚至伫以赛亚书31章安尼讲，伊讲惨啊！遐个落去埃及找求帮助的人，因我靠马，我靠真济战车，我靠真强的马兵，无爱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嘛无要找求上主的帮助。伊阁继续讲，埃及人不过是人，毋是上帝。因的马是黑马，毋是神神。上主一出手，帮赞的跋倒，受帮赞的会倒落去，两边的人拢会做伙灭亡。兄弟姊妹，透过这经文，咱会使看出以赛亚伊所要指出就是埃及就是一个空空的愿望。为什么恁要去挖靠埃及呢？上次咱也看见以赛亚伊服侍上介大的这个困难，就是伊面对的这个犹太国的国民，还佫有犹太国的领导者，是一群无认捌耶和华上主的领导者。无认捌耶和华上主的领导者，还佫有百姓。咱用最近的这个处境来比例，以赛亚伊若亲像是一个上介强的助选员，伊徛伫迄个造势的场势，咧为耶和华求票。伊甲遮的领导者，甲遮的人民讲，爱相信耶和华。伊甚至安怎讲？伊甚至伫31章的落尾安尼宣告，伊讲亚述会死伫倒的，毋是因为人的刀造成的；亚述会互刀吞灭，毋是因为人的刀，因互刀剑对赶逃走。因的少年一定会做苦工，亚述王会强横骁勇，因的官长因为惊吓放杀军旗逃走。上主安尼宣布：上主伫锡安有火，伫耶路撒冷有火炉。以赛亚所讲的就是，大家爱挖靠上主啊！咱哪会使独独要挖靠埃及，拢无想到讲，咱真正的愿望是耶和华上帝呢？总是这个处境非常的困难，所以煞接第32章的时阵，
以赛亚一开始来宣布讲，为虾米咱来挖去上主，真做咱的愿望，还阁有即个愿望的内容是虾米？伫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到伫上主找伊的神对顶面拼落来的时阵，迄时旷野会变做肥的园，肥的园会亲像树林。迄时公平要住伫旷野，公义要捡着肥嫩的土地。兄弟姊妹，咱会伫即几节的经文内底，直直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字眼，就是公义。为虾米旷野会变做肥的园？为虾米肥的园要亲像迄个要亲像迄个肥嫩的土地，亲像森林共款，就是因为其中有充满公义。因为有公义，甲公平伫旷野的田园内底，人才会使享受其中所结出即个水的果子。伊说啊，讲即个水的果子，就是永远的平静，也阁有安稳。那亲像是伫经文18章咱所读的，伊讲。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安稳的厝体，通休困无受扰乱的所在。或者，对以色列的宣讲，咱就看见，其实伊讲的即个旷野，并毋是你指真正的旷野。伊所讲的即个旷野，是用旷野迄个无容易生存、迄个趴远的特质来去形容。社会内底欠缺公义的遐个所在，换一句话来讲，社会内底遐欠缺公义的所在，就是旷野，就是互人无容易生存，互人无法度喘气的迄个所在。伫以赛亚书的32章1节到4节，经文捌安尼讲：恁看，有一位王用公正来治国。有官长照正直治理，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暴风中会避人锁，亲像沙漠中会溪水，趴远中大石盘的阴影。伫遮起头，咱看见以赛亚又提起一个公正的王要来，不过经文却安排伫落尾的时阵讲起上主的神要拼落来，互每一个人。经文安尼的铺排，互咱意识到，对以赛亚来讲，要互旷野充满公义，变做互人的性命得到养饲的迄个肥的园，并毋是独独挖靠一个王，也是治理国家的即个领袖，也阁有官长，乃是爱挖靠一群愿意相信耶和华，愿意互上主的神来充满的人。咱会问？即款的人有啥物款的特质？我想，即款的人的特质，检采是安尼：第一，认捌上主是性命真正通倚靠的迄个根基；第二，即款的人应用上主的教导，才做反省道德，还阁有价值观判断的这个基准；最后，即款的人因为因互上主的神来感动。所以，因就愿意伫个公义欠缺的所在做工，互上主的名来得到荣光。兄弟姊妹，咱即马知影，上主的神，并毋是伫土地顶悬、伫旷野内底是啥物奇妙的即个魔法。上主的神，其实是伫领导者公义的即个决策内底咧工作。上主的神，上时也伫每一位要倚靠伊的人，要以掠耶和华做良知的人的即个心来工作，致使一个充满正直公义的社会要来得到实现。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晓得，即款的社会要来实现，即款互人甲万物拢得到安稳徛起的世界要来实现，就必须爱倚靠一群认捌耶和华上主的人，透过信仰的实践来出行。我想，
咱应该会使来回答一开始咱所提出的迄个问题，就是伫大选了后，基督徒要用什么款的基础继续来关心公共的议题？其实关心公共的议题是甲咱的信仰互相连结的，因为伫现代，咱基督徒就是扮演以赛亚所讲迄群互上主的神感动的人。咱的毋望无伫咧选出一位领袖来治理，咱的毋望是耶和华。基督是咱的信仰，上时也是咱参与政治、讨论公共议题的迄个立场。所以伫大选了后，我想咱应该搁较用心爱去听，咱应该搁较用心爱去看、爱去发觉，伫咱生活的厝边头尾，敢有迄个公义欠缺的迄个抗野，尽家己的气力来，互遮无公义的抗野有机会变做养起生命的悲惨。伫旧年，台南中心办了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圣诞礼拜啦吼。伫即个我近12月份、11月、10月底的时阵，我就招住阮的同工来讨论讲，今年的圣诞节的礼拜，大家想要安怎办？即个学生因就开始反省讲，今年咱看即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还未拍了，原本讲要拍了，结果还未拍了，结果马上看到以色列甲即个哈马斯的战争就开始，因为遮国际的新闻，互因感觉今年的圣诞节应该莫庆祝。今年的圣诞节，咱应该三甲来反省，什么叫做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所以，这个主题就叫做圣诞平安。后壁有一个问号。这学生伫这场礼拜内底，咧思考讲，咱基督徒常常讲平安平安，总是这份平安的迄个意义到底是啥物？落尾我才知影，原来这份平安的意义，就是咱爱甲主耶稣做伙诚做促成平安的迄个使者，互无平安的所在会使有平安。兄弟，伫这场礼拜了后的假日，因也阁讲安尼，咱阁来办一场专讲，来讨论台湾长老教会的信仰改变。我听到因甲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我错一条啦。我想讲，学生囡仔竟然对咱的大学生竟然对咱的信仰改变有兴趣。因上较有兴趣的是，伫信仰个别内底论到即个教会的这段论述。这段论述是安尼讲：，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加做毋忘的记号。因特别咧思考的是。什么话叫做疼甲受苦来加做毋忘的记号？其实疼甲受苦就是耶稣基督疼咱世间人的方式。照着伊顶十字架所流出的这个血，洗清咱的过犯，互咱有勇气来去面对咱家己生命中间的迄个黑暗面，检视。对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咱的生命就得到上界大的肯定，致使咱会使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咱也深刻会体会到上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咱安尼，咱就一定会想要回应伊的疼。咱会问讲，人要怎样会使疼上帝？因为咱人甲上帝是无共款的层次啊。人若要疼上帝，唯一的方法就是。参与伫上帝的疼内底，也就是讲，用上帝疼世间人的方式来去疼世间人，来去疼这个世界。兄弟姊妹，
也就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咱会承受侪的苦楚，是咱要伊家己无顾别人所必须爱承担的。总是，我想咱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群体。藉着信耶稣基督，咱已经知影这个世界的结局是啥物。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主一定要互这个世界充满公义甲平安，互万物拢得到更新。只是即摆还未实现，咱还阁咧行伫即个路上。所以教会诚做一个信仰的群体，我咧想应该爱比社会更较有迄个韧性，来去承担埋怨理想所遭有的一切委屈，也阁有挣扎。我甲阮的学生鼓励，咱的信仰咧行大的过程中，绝对无一帆风顺，绝对会拄着侪你必须爱甲现实妥协、妥协的这个时刻。总是就是伫这个挣扎的过程，你才会发觉到你家己你坚持的是啥物。兄弟，这个道路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个社会充满无公义的控压，要变做肥的田，互人的性命拢得到养饲，这是偌尔啊无容易。亲像咱今仔所读的经文所讲的，会有鞭炮来去结伫个墙内底，城市会变做平地。总是咱也得到上主的应允，敢毋是？通过以赛亚所讲的话，因讲恁遮伫水边，你野种的，你放无牛驴的，有福气啦。兄弟，邀请咱每一个人，拢互上主的神来感动，咱做伙参与伫上主的即个转化世界的工课内底，甲上主做伙来财政公义。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拣选阮来成做你的百姓，互阮对着你的实，会使对阮的性命有更较坚定的认捌，阮也对这个世界有更较深定的认捌。阮知属灵的人会使看透万事，总是无人会使了解伊，因为阮对你的内底得到一个无共款的眼光来跑走伫这个世界的中间。主，恳求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底，帮助阮有法度借着信心的感动来去看见、听见迄个欠缺公义的抗压，也有行动力、实践的勇气，付出阮家己的性命，屈下去，互迄个抗压转化成做肥软，会使养饲人性命的长远。愿你的旨意就展现伫教会的即个信仰的实践，也愿教会的信仰实践来成做转化社会上界重要的规律，互阮的教会通过听甲受苦，成做一个毋忘的记号，互人人拢看见阮真正的毋忘，毋是我靠强权，嘛毋是我靠一位领导者，是我靠耶和华。主，阮咱的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现在我将时间交予阮的同学，伊会来甲大家报告。大家平安。我是台南大专的学生陈启涵，会使叫我涵吉。我自细汉就伫长老教会，即马伫成大台湾文学系读册，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富强教会，向大家请安报告。毋知影大家对大专生有啥物款的印象？想起旧年接到大专的电话，邀请我去团课，我搁咧丢图讲，大专人遮济，平常时嘛无看到几个来聚会，因应该拢是咧舞活动要耍的若定。
人见话拢卡来啊，去一两摆应付就好。讲甲义薄云天，结果我即马煞住伫台南大专，是安怎会互我即个背骨的囡仔遮尔行袂开骹呢？即马想要邀请大家掀开手头的特刊，我来甲大家分享。第一页是属伫台南大专的几个团体，接待对无同所在来的，带着各种生命经验的大专生。你去倒位读册，就我倒位聚会。就安尼，出外的囡仔，就有一阵伫生活中互相扶持，嘛做伙敲找信仰的同伴。伫青年这个阶段，面对足侪无同的声音，阮心内定定会有冲突甲犹豫。无论是对生活、前途，还是信仰，阮总是有一寡毋望有人会当理解的心内话。总是当感觉学淡短找无方向的时阵，敢有啥物空间会当接纳我的软件？大专团体有一种特别的耐心，静静听彼此的心声，佮用无同的生命故事互相勉励。阮甲即种互动号做聊天的聊，治疗的聊。咱无一个人是无下事的，毋过咱会当因为上主的疼自执伫遮，互困境成做彼此的帮衬。当我成做一个出国的囡仔，受到团体接待了后，我知觉到大专中心关怀出国囡仔的事工有影真重要，所以想要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即马，阁想要请大家甲规个特刊展开。这是大专中心一年的事工，共有读册会、认真查经的陪君营，牧师嘛会带阮入捌礼拜听书的意义，为着无同的主题来设计礼拜。大专嘛提供青年自由的空间，探讨有兴趣的议题，亲像 ASCM 营队，就是学生设计的，互阮对圣经编写的历史、宗教学、神学等等无同的角度来认捌信仰。参加大专事工，互我对信仰的敲吹渐渐转向主动。我了解到，信仰毋是干那甲牧师讲的鼓励人心的话记落来尔，读圣经嘛毋是甲伊当做故事册，看咧就准拄煞，爱会晓问为虾米，才着思考来反省阮心内甲上帝的关系是虾米。伫遮想要甲大家分享信仰陪君营。伫4天的营队内，阮做伙读创世纪第1章至11章。无论是4、5年的囡仔，还是大专生，大家拢足斟酌来读圣经。阮发现，遮的阮已经听甲拢背起来的故事，其实也有足侪阮无了解的所在。这个时阵，提问甲讨论的意义就出现啦。阮开始用当时的人的历史甲处境来思考，遮的故事是安怎会安尼写？亲像，为什么上帝会放善恶的果子伫乐园，阁叫人莫食？伫讨论了后，阮了解到，这个善恶的果子是一定会存在的，而且煞到即马，还阁存伫阮的心内。这个果子带来知识甲自由思考的能力，毋过，嘛互阮失去毋免判断的单纯，爱开始操烦各种代志。当阮拄着学淡短的时，阮常常会讲：为虾米阮爱知影这，爱面对这？上帝好亲像知影人类食果子以后会拄着明白代志带来痛苦，所以叫人莫食。毋过，上帝也无因为人甲果子食落去就离开人，伊赐予人一底部，成做咱的保护，互咱会当接受阮现在的模样，继续向前行。去年9月，圣代团契继续查经创世纪12章至15章。拄则牧师有讲到信心阮伫即届查经的过程，就是主要咧探讨信心是啥物。
到底阿伯拉罕的信心是啥物款的？圣经的书写有伊的背景。当时的人可能是因为生活真困苦，或者是时刻拢有族群之间的战争。对因来讲，阿伯拉罕信心的故事，会当真做因活落去的信甲愿望。那咧，阮家己咧，阮的信心是啥物款的？当咱咧面对人生的两难和困境的时，我相信在座的兄弟拢有接受到这种鼓励。啊，你爱对上帝有信心啦！这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信心并毋是讲相信迄位主上帝就会当走向成功，或者是马上脱离深渊。信心嘛，毋是想要靠家己来修直原本就会有坎坷，也是弯曲的人生路，希望一切拢会当掠伫家己的手里。乃是一面经历家己的生命，一面调整，面对所有无法度完全掌握的代志，无的确的未来，无的确的坎坷，体会到家己有限的时，因为知影有主伫地，有一步一步冲破困境的愿望，愈行愈行愈勇行。所以，当阮要找到的是，并无阮要找到的是，并毋是无风无雨的人生，乃是陪伴阮行过人生咸酸甜的主上帝。以上是阮咧查经的过程中，大家所分享的。这段讨论的笔记，嘛陪我行过充满恶担当的一学期。拄则牧师有讲到圣诞平安吼，我就无详细介绍，我就讲几句我家己的感想。接到即届的圣诞活动，阮了解到耶稣降生的平安，毋是物质的享受，嘛毋是一时的安稳。平安是当阮面对艰苦的时阵，面对冲突的立场，阮还会当活伫上帝的治理当中的平安，互阮有行过困境的意志，嘛有甲世间人好好相处的智慧，阁会当看到别人的至微细的需要，用疼的行动三款待。我定定咧想，大专是一个特别的所在，逐年拢有人入来，嘛有人会毕业离开。那呢，上帝带我来到这，敢有啥物款的旨意？想到这，我常常想到圣诗540首。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灭时就光明。这世间有黑暗，做人着达，咱着照彼高行，一人一角。是疼，互阮自集做一伙，用无同的生命故事互相鼓励，嘛做伙关心这个社会，找找阮会当伫什么所在，行出疼的行动。伫散去以后，也着爱将咱所受到的造就，带去到阮要去的所在。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大专的关心甲奉献，嘛邀请大家继续以大道甲奉献的心来支持，无论是录卡的，还是实体奉献。定期有100块至200块，对咱常常咧讨论青年散车的大专中心。有影是真大的帮赞，我的分享就到这，多谢。咱多谢郭牧师会早起上帝话勉励以及这位同学伫即马少年辈台语会遮流利真少吼，所以愿主来祝福因伫大专的聚会所有的服侍。这个时阵，咱要做伙来吟一首回应的诗歌，圣诗475首。这首诗歌咱真清楚，所以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用读。咱用读有50个话词做咱的祈祷。昨完成总统的选举，有人得到真大的欢喜甲安慰。
有人也因为伊所期待的候选人无选到，有真大的挫折感、沮丧、失望，总是伫主的内底，愿上帝找见伊的使者，伫咱的中间扮演无共款的面貌，拢是要掌权治理上帝所听的百姓，以及台湾这个岛屿。所以咱特别来为着台湾，通过这首诗歌，主的听、主的公义，拢临在伫咱的中间。咱做伙，咱慢慢来读，预备，请。上帝使者有罪，毋免失，无需要。身边当行，展览无停。第二节，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有时化作老母的双手，艰难时阵牵咱来行，显明慈悲，拄起忧愁。第三节，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化作风雨不断的试炼，直到自转正做顺风，雨过天晴，目睭拉清。第四节，上帝使者有侪侪面貌，有时喊话来保养真理，有时轻声温柔安慰，透开心结，拆起蔷薇。第五节，咱的吊命是真侪使者，耶稣基督通过咱来听，公义的水，咱手来压，和平花蕊山坪。伫主的内底，上帝的听呼召咱真侪使者，伫无共款的角色、无共款的所在。咱为着伫即届选举的中间，咱有看见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冲突、无共款的听力，总是选举了后，咱就赶紧将这款所有无共款的意见，伫十字架顶耶稣受苦的听放落来。咱期待的心境，愿主帮助咱搁较谨慎来为着搁来的总统在野所有的民意代表，台湾这个岛屿来祈祷。你若失望的，就赶紧搁伫主的内底甲主讨，有上帝的听公义，有上帝的怜悯，咱甲主相同行，互台湾这个岛屿伫上帝听内底，伊来引带赐福互咱。所以咱为着台湾的和平，咱伫所有遮无共款的中间，互相来接纳，为着台湾求上帝祝福。这个岛屿是上帝手所创造，愿被上帝恩典大大伫这个岛屿甲台湾人的中间。第二，咱来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伫这个天气变化的中间，有真侪人身体软者软弱。为因来做祈祷，也为着咱的家庭来做5场祝福的祈祷，为着咱的筹备54年，这所有的事工、所有的筹备过程，有上帝的属灵智慧，以及知识伫咱的中间，有美好的策略，帮助福强教会，真侪见证上帝恩典、上帝的福音的教会，来祝福人的教会。所以这个时阵，咱阿头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感谢你，从阮会早起来到伫你面前的时，你的话教示阮。也激励阮，愿阮会当真侪公义的使者，
愿阮的心有主上帝你的怜悯，通伫台湾这个岛屿，伫阮所徛起土地，也是阮的家庭工作的所在。愿阮的心更较谦卑，知凡事有上帝你美好的念力甲引带，愿通用谦卑伫主上帝你的面前，将台湾这个岛屿以及百姓、执政者在野党所有的台湾人民交伫主你的手。主啊，互阮的心柔软，甲主你同行，来得到福气甲祝福。爸上帝，人民帮赞，阮生命中间，伫阮生活的内底有软者软弱的时阵，当阮肉体软者软弱破病无平安，心内有侪的困惑，愿主你施恩来医治草棒，互阮的心灵有真正的平安。主上帝，恳求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台湾这个岛屿所有的百姓，通用搁好你听的教导，伫阮四周围，伫教会的内面。主你家己搁在享受你属灵的智慧、参命以及策略，伫富强教会这正当工的顶面，甲兄弟姊妹中间，愿做伙同心合意，来努力打拼，为着教会设教50周年。我们要做一个熬传福音的人，听人亲像家己，伫主你的内面来见证服侍你。主啊，也帮助阮，搁较谦卑，将阮的家庭交伫主你的手。主，阮为着婚姻，阮为着亲子，阮为着经济，阮也为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以及两岸和平，拢交伫主上帝你的手。主你家己亲自祝福带领，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我大声来补充一项吼，就是咱伫后礼拜开始，文道学校就要开始正式来上课，所以这个时阵咱要请顺荣长老详细来甲咱报告，以及咱有遗子姐妹要伫这个所在来做见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用几分钟的时间，甲大家报告吼。咱文道学校为后礼拜开始要开课。咱知影咱若做医生的人吼，咱固定时间拢爱去回训吼，爱去吸收薪资。做护士的人嘛共款。咱若伫公司行号吼，咱若消防人员，也是讲有一寡技术的人员吼。安全卫生人员吼，拢爱固定时间回训。咱诚做基督徒，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爱常常面对一挑战。咱上帝赐予咱有一个宝剑，这个宝剑咱嘛常常爱来磨互来吼。面对挑战时，咱知影要用安怎来较赢这个世间的的困难甲攻击。所以这文道学校是适合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参加，无论你是新诚做诚做基督徒的兄弟姊妹，还是讲你诚做基督徒久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上这个课程。今仔日要邀请遗子姐妹来做分享。顶礼拜咱是启智小组长吼来分享，伊是介一代基督徒。毋过遗子姐妹吼伊是当信主无偌久。伊是迄个圣吉医师的太太吼，伫几当前结婚了才认捌即个信仰，受洗，所以伊要用短短时间来分享讲伊顶一期参加即个文道学校了后的心得吼，大概2-3分钟的时间，所以拍破邀请遗子姐妹。大家平安。我是遗子，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甲大家分享我去年参加文道学校训练课程的原因甲感想。阮兜是传统信仰，伫2017年12月，因为结婚，甲来到富强教会。了后婴仔出世，因为先生想要互囡仔接受小儿洗礼，我就伫2019年12月
对囡仔做伙受洗。虽然结婚了后，每一个礼拜日都甲先生来参加主日礼拜、甲小组聚会，但对我来讲，这就亲像上班路卡共款。我的信仰生命虽然受洗啊，但无啥物改变。一直到2022年8月，阮翁圣吉接任国际小组的组长工课，对我来讲，这真正是大代志。因为我的属灵生命搁停伫幼稚班，要安怎帮助阮翁做伙牧养小组呢？但是伫我抗议无效了后，决定要实际小可仔，想看卖要安怎面对未来的困难。但要安怎伫短短时间内底建立我保留的精力根基呢？感谢主，听到我的呼求。伫2023年2月，为我准备教会的门徒学校课程。一开始我知影开课的消息了后，我随报名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课程。透过19节课，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互我愈清楚了解咱即位道义精神是一个救赎，啥物是圣灵，安怎建立灵修甲祈祷的生活。门徒的价值观、甲家庭观等等。门徒课程透过圣经的话语、讲述清楚的解说、甲生命故事的分享，并做伙读《标杆人生》这本册，拢互我更加明白基督教的信仰，甲这位各真各活的神。门徒课程目标明确、理路清楚、简单重点整理。互我短短的时间内底会当装备家己。去年7月完成门徒学校第1阶段的课程。迄当阵，阮翁想要举办幸福小组。一开始我足惊吓的，但是想起伫课程中，谢牧师讲过，你毋免足厉害，才会当开始。颠倒是需要开始，才会足厉害。因为门徒学校，互我对真理甲稳定福音有基本的熟悉，嘛愈有信心，甲新朋友分享咱信仰的美好。感谢主，最后阮顺利完成4届的幸福小组，邀请11位的 Best， 最后有2位受洗。新的第1阶段门徒学校课程，伫要伫后礼拜，就是1月21号。到6月16號，每主日下晝9點開課。歡迎還未上過課的兄姐，無論你是資深的基督徒，還是拄受洗的基督徒，甚至是穩定參加聚會的慕道友，我攏非常推薦大家報名參加，一定會有足濟學習甲得到。以上是我今仔日的報告分享，多謝大家。多謝怡芝姐妹吼，本來甲我講伊要講華語啦吼，不過台語講得袂歹吼。伊的分享實在是非常的好，所以邀請每一個兄弟姊妹，今仔日截止吼，一定要報名吼，佇樓骹咱找秀文幹事來報名。今仔日就要當報名了，就要摕一個講義吼，摕轉去準備，後禮拜就開課。咱開課的地點是佇教育中心，總共是20人以下吼，佇教育中心的1樓。總共超過20人，應該阮會刷佇咱敬拜中心的3樓吼。所以邀請每一個兄弟姊妹會當踴躍來報名來參加這個門徒學校，多謝。奉獻，這時請咱三甲來奉獻。
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一酒一金句，这时请咱掀开周报最后一页，咱用台语来坐声读两摆，请。摇花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第8节。摇花有灵敏，有稳定，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第8节。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下主日敬拜侍奉同工，主礼夏牧师、诗会秋怡执事。轮日侍奉同工，请咱家己来看。这是咱看第4页。教会集体交通本会消息。第一点，咱搁一摆用普声来感谢，今仔日是南中大专中心郭牧师来甲咱会教会还个同学的报告，请咱继续来为着大专青年事工来关心大道。第二点，咱来继续为着咱所大选结束顺利来完成，为着新当选的政府总统、立委，搁台湾的平安族群的和谐来继续关心大道。咱来看第6点，本会定伫2月27到28号要举办小组长的退休灵修会，主要为着50禧年感恩的节庆。教会的精神成长来举办小组长夫妇的退休会，请各牧区的小组长夫妇会当来登记致意来参加。咱看第10点，教会消息。本会喜事，咱要恭喜文凯长老、明月长老娘因的大汉查某囝。于君、囝婿、孝义，因伫顶礼拜11号上帝赏赐一个查甫婴，愿上帝祝福文凯长老升家做长老，也升家做阿公，咱甲伊恭喜。今主日的下晡1点50分，新楼合作社要举办社员的大会，甲咱教会是有共同关系，所以你若是新楼合作社的会员，欢迎你会当来参加。第3点，常例消息：本会各位兄弟的妈妈黄秀基姊妹就是秀珍姐妹的婆婆，伫1月初3安息，享受70岁。因的告别式已经伫1月10号来伫新营来举办，请咱当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祈祷，愿主安慰因。咱看第6页，集体交通门徒培育事工的演习的消息。咱看第4点，冠冕真理理财的课程，咱伫今年2024年要开始进入来招生。这个课程有理财诱导，嘛有经营诱导班。咱每一个班若有8个人报名，就会当来开课。上课的时间是伫拜4的暗时7点到9点。伫咱富强的嘉比册店，嘉比册房吼，册房，
OK， 啊，遮有这 QR code， 你若有兴趣的兄弟，当伫遮来报名扫描。啊，咱看第5点，咱教会伫哀伤陪伴甲婚姻关怀的事工，啊，才有哀伤陪伴的课程、致富选择的课程，佮有离婚关怀的课程，请咱会当来关心来注意。啊，将这消息嘛会当分享伫咱身躯边的朋友，甲因讲咱福强教会有遮尔好的课程，欢迎邀请因会当做伙来参加。煞只关怀大道事工，请咱家己来看。啊，奉献的部分，若有出入，请来咱财务人员来做经证。下面会煞咱请牧师来补充。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早起会当有一个真水的聚会。啊，咱嘛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啊，我来介绍。头一位是刘雨涵，啊，对。台北转来哦，好，哦，年轻人吼，咱非常欢迎啊，非常欢迎伊来参加聚会。啊，伊是所属的教会是迦南教会吼 ，OK。另外一位是吴雅冠姊妹吴雅娟，好，多谢哦。那安尼我做伙介绍吼，来，咱拢请起哩好无？咱慈恋节的亲人，就是咱的崇玲哈，崇玲的阿哥甲伊的儿子按 LA 转来，啊，伊是伫 LA 的时阵是伫台福教会，伊咧做牧师、周牧师，所以咱欢迎因对美国转来，啊，伫咱中间哈，多谢，咱非常欢迎。啊，只有一项来邀请，啊嘛补充报告啦吼，咱的子兰小姐伫伊个子兰执事哈，伊伫伊的418小。迄个咖啡厅有一个按2月份开始有一个真要紧的儿童品格营、品格事工，就是对下晡3点开始，一直到6点半。啊，其中有一个要紧的志工来招呼，啊嘛来招募咱兄弟姊妹，恁若有意向会当来参与报名，就是3点到4点半中间。伫遮个囡仔要入来以前，有一寡事务要做伙来协助的，所以如果你若有即个负担，欢喜参与来关心小学3年、4年，即学生伫418咖啡厅的楼顶2楼，啊，咱有为着因来开设一个会当做品格营的事工，即个福音事工。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啊嘛来参与，特别为着这个事工来做祈祷。啊，伫筹备过程的中间，啊，阮真正体会到上帝一步一步咧开路，伫引带，伫这个儿童福音事工的顶面。即摆囡仔少，所以父母拢是真疼惜，但是伫信仰的顶面做父母的，佫较爱注意。所以咱会当为着即个事工，请咱做伙关心，请咱做伙关心。啊，牧师有私下邀请几个同工来做伙参与吼。如果你若方便，小等一个礼拜煞，是毋是会当伫迄个办公室，将咱个人的基本资料小可添者，通互自然指示啊，伊咧整理遮的同工名册的时阵，会当较完整。所以，请咱遮的老师、遮的志工妈妈会当做伙来配合，多谢。上营，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俄勒上帝万福本源。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咱三个来领受上主的祝福。
等恁就平平安安转去，用真实的心，甲上主相交陪。伫旷野欠缺公义的旷野，压落公义的水，互平安的花蕊通开遍满山坪。愿主上帝的慈悲怜悯，耶稣基督搁我的毋望，信心加倍的感动，对即时甲恁记得，对即时直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静默闭会。兄弟姊妹，我来补充一个介绍吼。咱久久无见面的李东龙牧师甲牧师娘，今仔日到伫咱的中间，咱拍拍啊，甲因欢迎。咱也为着请坐，咱也为着李牧师伊即马会脚会行路来祈祷。牧师娘最近嘛开刀为着因的健康伫祈祷中间笑脸。兄弟姊妹，咱最近咧呼吁。咱若是准时，就是安怎？提早到，所以咱呼吁。搁一个就是尽量坐伫摇滚区，搁一个就是咱做一个脸田、口田、心田的富强人。所以这个时阵，咱互相来请安，为着恁隔壁兄弟脸田、口田、心田，祝福因，看到恁真欢喜。咱互相来请安，看到恁真欢喜。